关心今仔日天气，今仔日海葵风台虽然已经离咱愈来愈远，也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咱今日台湾各地也有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是会落底渐准雨。咱同齐来看分图。今仔日，咱会受风台也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伫咱台湾的各地也有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拢会落底渐准雨。过到中部以北嘅所在是向上大雨、向清调的细致。今仔日伫北基隆的北海岸，也有金门、澎湖，会透9级至10级的强阵风。温度的方面，今仔日各地大部分的温度是伫高温是30度到32度之间，感觉会较舒适。若明仔咱会受低压带影响，咱台湾各地会落底渐准雨，也是雷公雨。即几天的天气是较无稳定，要一直等到拜六甲礼拜，雨水才会减少。另外，即马也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菲律宾东北边的海面上，按算上紧，今仔日会变做风台。不过，即个风台是行向日本去，对咱台湾并无影响。